多谢，以下来关心南投一个社会新闻。南投一座鹿营区发生营主的后生涉嫌性侵一个15岁未成年的小姐，被害人迄一天是对因厝内人去鹿营庆祝15岁生日。迄一天熟悉这个营主的后生，因为事后女方的这个家长指控营主的后生对因查某囝性侵，伊就呢起一个验伤去提出告诉。营主嘛有铺文章回释的讲，因后生唔对，是因为对方呢这是未成年，会全力的保障求因原谅。验过呢。冇看过监视器，强调讲，代志发生的当时，因后生甲即个女方呢，行做伙伫营区咧行来行去，并无合并，无承认讲是性侵。若即牵涉到性侵未成年，即个营主后生是阿明哥，所属陆军单位即马已经开始调查。南投这个鹿营区也出性侵案，鹿营区业者的后生防指控伊涉嫌伫咧8月初6对人客15岁未成年的查某囝出手。我们从来都不想要赔偿，也不和解。我们就是希望他被关得越久越好。被害人透过朋友讲查某囝受害的经过，讲迄天是替查某囝做生日，老母甲朋友食烧酒，爱查某囝甲业者的后生去摕烧酒，查某囝伫咧酒柜放针，当下伊互惊到，甲对方杀开，两个人转去了后，老母搁再要求因两个人去摕酒，查某囝拒绝，不过老母坚持，查某囝就互对方带去2楼的房间性侵。竟然跑到大人跟小朋友的营帐里面去强行拖拽小朋友的脚，而且还拖拽了2次，他想要把小朋友拖出去。家属的朋友搁提供业者后生迄暗传信息的查图，叫女方出来食烧酒，女方拒绝，讲只是想要开讲。被害人的老母认为业者后生的行为恶质，已经带查某囝去验伤，要提告。很抱歉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跟未成年在一起发生关系就是不对，我只有。很遗憾，是我管教不严。代志查出来了后，业者伫咧网络铺文讲自责，佮心痛，嘛回实咧讲是因后生唔对，因为对方是未成年，会全力补偿求原谅。不过强调绝对无性侵，检查监视器翕到迄暗，因后生甲女方两个人做伙伫咧鹿营区行来行去，无关系甲996的情形。业者认为两个人是小意外，冇人看到两个人的互动，敢若是男女朋友，嘛强调因后生唔知影对方是未成年。是妹妹。他才高1，那他还有主动问被害人妈妈说，妹妹是读哪一间学校，所以被害人也知道他的学校。还有他的年纪。家属反驳小意外的讲法，若涉嫌性侵的业者后生是现役军人，所属的陆军单位讲已经掌握这个案件，等来调查处理。若鹿营区也出性侵案，主管单位南投县公处讲，这个鹿营区也未合法。目前还没有向本府申请露营场的一个合法申请，在7月已经有邀集相关单位办理现场的联合会勘。县公处讲，7月起稽查发现鹿营区违反土地使用管制规定，占用官保地，佮违章建筑，嘛违反温泉法，已经要求改善，嘛开单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